我们现在来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报告：弥陀悲愿无边际啊，恶道众生不排拒，但要念佛悉救济，远离沉沦永无惧。简单的一句话，这师父在前2天写的。那么这个话呢，就是提醒大家，阿弥陀佛他的慈悲跟他的愿力是无边际，是无穷无尽的，广大无边，没有边际的，没有一个界限。阿弥陀佛对众生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，无论如何就是要救度一切众生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愿。我们今天是佛的弟子，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像阿弥陀佛这么伟大，我们没办法做到这样的程度，但是最起码我们是佛的弟子，我们要向他学啊。众生有苦难，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事情这样的对待，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情来跟佛学，他不选择任何对象，不分别任何罪恶的凡夫，一样的救度。他是这样子的，他的慈悲跟他的愿力在这里。恶道众生不排拒，在地狱道、在畜生道、在恶鬼道的一切苦海众生，他都不排除你，不拒绝你。虽然你是一个在恶道的众生，但是只要你听到这个名号，起了欢喜心，而且也跟着念出这么一句，他马上就救度你了，佛光就马上普照在你身上。但要念佛悉救济，只要你能够念出佛号，他悉救济全部都救度，来帮助你、关心你、来爱护你。所以各位，阿弥陀佛对我们众生太照顾了，太用心了，太慈悲了，我们很感恩阿弥陀佛，远离沉沦永无际。我们被阿弥陀佛救度了以后，我们就离开了，不要再堕落了，不要再受苦了，我们永远都心安，心里面非常的安定，不会惧怕，不会恐慌，我们不会再走入黑暗凄惨的地方，就不会了。这一张很简单的话来提醒大家，我们互相来鼓励。阿弥陀佛。